关心马湾风台海上风台警报伫昨暗头5点半解除，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恒春半岛沿海嘛是有大影。伫屏东的小琉球，这几天有人伫海边仔耍独木船，无民众在耍骑船可能是因为风影上过大冰船，阿妈棍着伤送病院。民众讲起受伤的教练，就往河边冲，另外一边有人通报救护车。 这大约30岁的 SUP 教练，离到因为风影受大冰船，弄得颔管伤势较重，转往高雄的病院开刀治疗。这个很危险啊！这个到头有可能就晕倒了。患者意识清楚，脖子有疼痛感，下半身运动感觉没有知觉。 过当天5月30，有人看到伫风影明显加强的状况之下，有教练带游客去畅水。风影较大，搁落咧游泳，教练带落去啊。5月3日，有人去耍水上活动，因为风影上大变起，互人救起来。小琉球连续3天拢出现真危险的画面。不过气象局为2到下暗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了后，到3日下晡5点半才解除警报，也是有民众冒险去海边。 屏东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发布了限制令，禁止人民下水的时候，管理处也会在琉球周遭的沙滩上插立红旗。目前海边的风浪仍是很大，那所以在这边呼吁民众，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。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回应，为着要提供海上资讯，有邀请当地水上活动业者加入咱的社群。 提供上新的消息，若是海上无好，拢会甲因讲。不过2到3日，因为屏东县政府无成立应变中心，无发布警戒管制公告，品管处干那会当看到业者虽然冒险落海，却无算是违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